看陆军2696第7个月来都有2个军官自杀，监察院调查发现讲，拢甲军中不适当的管教有关系。今仔嘛对国防部陆军司令部提出纠正。陆军2696伫108到109年伫第7个月内，就传出谢姓士官自焚甲黄姓中尉吊刀的自杀事件。监察院介入调查发现，军方惯使用骂等等的不当管教是主因，通过纠正国防部陆军司令部。如果你这样当众辱骂，在群组中也骂，在这个团体中也这样骂的话，那这个人的尊严当然被你做了重大的一个伤害，照他走上自残的路，监察委员批评国防部要甲零自伤列做重大施政目标，但是根据民间团体的调查，最近高档军中就有8个官兵自杀死亡，辅导的机制嘛有真大的问题。5年来有80位的军士官在军中自杀身亡。那救回来的就有200多位，那黑数还不算，所以可见得说这种事件是一而再再而三不断的发生，那让我们感到很惊恐。面对监察院的纠正，国防部回应讲会做检讨，嘛已经对相关人员做出处分，嘛讲会加强心理辅导的能力，确保部队的战力甲官兵的心理健康。记者陈文丽、何凯台北采访报道。